揾食艱難，老友半殘廢就要返水廠啦。處理埋啲嘢之後就入院啦。高到嗨咁部車，突然間覺得佢，出發。匆匆的他剛飄到又離開，教我再度要獨去獨來，只好再一次收起所有感慨，最合或是從來無應該不應該。硬生生累咗2個鐘，哇，爽到嗨咁條腰，快啲上班啊，裝車走啊！好痛啊！腰啊，真係啊！唔得啊，我今日唔係為一間新店，我唔睬佢，我唔嚟啊。新店啊？係啊，100噸50桶，裝車85桶。出發，西山大號啊！前面間鋪頭就係啦。真的是6個小時啊！我操，好塞車啊！今天順德。好啊，繼續啊。呢邊啊？呢度50桶都生完，放晒喺度。我這設備很齊全的，推車、3輪車，我給你6台3輪，大把3輪車的。對，送快遞的時候順便把那個水也送了。是啊。有乜實講爽好多，一線啲出嚟，剩翻100桶，流瀉晒喺度啊！爽唔爽？日200幾桶。OK，開水卡俾佢，佢教埋佢嗰個水卡點樣寫啊！桶是最貴的，真的，水不值錢，一定要收押金的客戶啊！合作愉快啊 ！OK，拜拜。